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22日，提摩太前书5章9节到16节。寡妇着超过60岁才通登记，伊着只有结婚一遍，着有做好事的证据，亲像养育儿女，接待出外人，甲信徒洗骹，帮助拄着患难的人，专心做逐项好事。不过，少年的寡妇毋通甲因登记，因为因情欲一个冲动离开基督，就想要嫁，违背当初所许愿，致到家己处罪，搁因学贫惰，一家过一家洗透透。毋若贫惰，嘛爱讲人的是非，爱插秧仔事，讲无应该讲的话。所以我爱少年的寡妇搁嫁，生囝，料理家己的家庭，才袂互对敌有机会讲咱的歹话。因为有一寡寡妇已经离开，去对撒旦。信主的妇人人厝内若有寡妇，着家己甲因照顾，毋通将这个担撒互教会，教会才通照顾遐个真正无依偎的寡妇。初代教会有一寡弱势需要照顾的人，总是教会要照顾因，嘛爱是伫因有一个年岁，佮所行端正，才会通伫遐做好的照顾佮款待。对于少年的寡妇，真可能因还佫有情欲的发动，所以嘛，毋望因会通搁嫁生囝，料理家己的家，安尼才袂去互情欲来捆绑。求主也帮助咱，伫教会中，伫咱的四周围中间，互咱真正去照顾着遐个孤儿、寡妇、弱势的人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